中部地区阴有雨19到23度，南部地区多云转阵阵雨20到24度，东部地区阴有雨19到23度。没知道你出状况，干他妈你这，操你妈！你是不是老出我状况？干他妈你有事哎、怎么讲屁啊？他妈鸡巴，今天弄神是你好不好？靠呗，干他妈出来鸡巴，今天你就中干！妈的，你要乖了！我操你妈逼！操你妈逼！干你娘的鸡巴！不要了！弄我！再弄我！再弄我！操！不要了！干我！你知道你杀人？闭嘴！闭嘴！干！俺だ。元気か？浜松のおじきがやられた。死んじまったよ。入り事は関西の好きにはさせん。うちが仕切る。まあ、お前の帰る場所がなくなっちまうんだ。稽古のことは心配すんな。俺が面倒見る。すまん。
できすぎだ兄貴。できすぎだ。あの日も雨だった。下手打った極道なんてゴミの中のゴミ。もう二度と兄貴から連絡はないだろう。哎，刘姐，有事干呢，你这动物赶快露脸吧。ろくなもんじゃね好久不见，看我给你带来什么好东西。阿成，来，过来，你儿子哟，他叫阿成。别改玩笑。阿成，他是你的爸爸，你要乖乖听话，他会很疼你的。哎，至少到目前为止都是我一个人带大的，哎，现在该你尽点责任了吧？就这样啊，再见。等一下。他还是不会说话，很可怜的。快走！等一下。这样甲伊说讲，啊你敢好，敢要停车？不准停车！你多管闲事啊！你开好你的车就好了。ろくなもんじゃねえ。
好きだぜ台北。台北！你好，你好，我看。嘿嘿嘿，哥们儿，来得好，来得好，来得好。干嘛干嘛干嘛？正在等你呢。坐坐坐坐坐。怎么样？哎，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精神啊。没长。有什么心事尽管告诉我，我把你当好儿子一样。啊？有什么心事尽管说出来，你就是我好儿子啊！哎，真的。我一方面把你当好兄弟，一方面就把你当我好儿子。我意思你听得懂吗？好儿子，无息口，无息口 ，OK。这个人叫周文龙。就是他跟我作对，他他妈的也不管这是谁的地盘呐、这是我何某人的地盘啊，是我啪出来的。他就是跟我作对嘛，怎么办？幼儿，你是我的好儿子，你很好。这个先拿去，剩下的等办完事儿之后再算。还是记在护照的份上。啊。お前誰だ？俺の息子か？あの女、お前を連れてきた女、確かに抱いたことある。
昔の話だ。名前を思い出せない。冇問題，冇問題。あんたの子が。わからん。無責任な男だな。おい、この町好きか？どうした突然。どうだ？なぜ？他に聞くやつがいない。こんな俺でも愛しく思えてきたか。好きかと聞いてんだ。まあ悪かないな。女も優しいし飯もうまい。じゃあ俺を追いかけ回すのなんてやめてここに住め。命乞いからしくもねえな。俺はあんたをやる。これは仕事だ。つまらん仕事だ。何年になる？3年。
もう一度戻りたいんだ。それだけだ。哎，有机，有机，干得不错，干得不错。啊，先拿着，拿着了，这是多出来的红利，护照的钱再说吧。哎，钱多压不死人的啦。好。是吧？这边的地盘都是我的，我呢是尽量的希望替大家多做点事儿。这个心情你可以了解。今天来找你，希望你再帮我解决掉另外一个叫顾其平的人。他妈的，这个人把我最好的一个朋友的女儿给糟蹋了。他妈妈呢现在是很伤心。我呢，无论如何要帮他这个忙嘛，你可以了解我的心情吧？我懂。尤其，我的好儿子，我们家族的重要成员，真的，拜托你了，哎。喝酒。昔読んだ漫画にこんなのがあった。独房に長く閉じ込められた囚人は紛れ込んだ一匹のハエさえも愛おしく思った。そしてある日、そのハエがいなくなった時から囚人は気が狂い始めた。でけえハエだな。
こびるな。お前は犬じゃねえんだ。为什么到现在你还在那里？难道你忘了你该做的什么了吗？明天宇宙停了。根据中央气象局气象报告，傍晚时分会下雨，请要出门的听众要记得带防雨用具。至于明天降雨几率是80%，相当的高，请听众随时注意雨势。
人家开口我也骗了，记得呀，啊。哎，啊你我这囡仔就当来一定事啊，记得呢，等伊啊，落雨落啊大，记得，啊，你要跑啊个。啊你，记得，记得啊，记得。OK， 出到冇地啊，出到冇地 OK。哎，感觉，丽丽啊，快一点啊，有日本客人呐！哎呦，你熟应该是民间的菜粿，小姐啊，日本人啊，快啊！啊，你这几岁？多了，哪里带？说。穴落ちなきゃどれでもいい。哦，那就很难了，很难了。可是没有关系，来就不。可能啊，那头啊，可能我就演过去说头。带病的客人我不接啊。怎么了？好漂亮啊！喂，小慧啊，怎么了？是厝里下回来，下了啊？下什么？不开心了？哎，一狗臭羊，头也无伴，心连黑，你风对面吹。早一杯花卖出价，想
想要问伊，搁惊歹势，心内大疑白。也无伴手顶下，你往对面坐，早一杯花也袂出家，虽然有些冤家，听伊我面是有人来。开门甲看卖，想要问伊，搁惊歹势，心内大疑白。あなたや100だ。这里经常下雨。我讨厌下雨。我好想到没有下雨的地方去哦。那就去你喜欢的地方吧。无论到哪里，如果都一样的话，那么就连梦想都没有了。胆小鬼。哎，那你呢？什么？你在这里干什么？旅行。
蓝雨婷，真自由啊！是啊。要走了吗？哎，到，差不多，等一下，算好。OK。你先过去，看处理一下事情，待会在那边给你。来，好不好？进去看看状况啊！啊。
38 Sunday。什么？你必须向他没有意的积分吧。没得意的积。吹吧！哎呀！哎，你一定是那人杀了他，一定会来这里。操你妈逼呀！赶紧拿起来！什么天气？这是什么？创啥人好人安尼查车的啦？你要创啥啦？去车上，你啊是啊，帮你赶时间啊！创啥啦安尼啊？回，回，回啊！就是他，就是他。别停！那两个是顾氏兄弟，他们一伙的。为什么？为什么啊？哎，你没对啦！你到底没对啦！啊，你是在创啥啦？
有啦，小王爷。对哦，这个合理啊。抓到有无？啊，什么有丢啊？卖盘，看，干没有啊？好，再说。什么事啊？没你的事。叫他进来吧。这里来。你好，我是顾峰。顾启平的弟弟。哦，我知道我大哥是被谁杀的，我不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人。家人被杀了，我不能装作不知道。干你娘！家里东家小弟啊！啊！那又怎么样嘛？我说过，我不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人。社会的问题我很清楚。那很好啊，但是那又代表什么嘛？我已经控制了我大哥所有的组织。哈哈哈哈哈！那么，所以呢？只想干掉杀我大哥的凶手，就这样而已。我们可以定个契约。什么契约？报仇的代价吧。你这个人啊，是幽默幽默。来，坐，来坐。你是做什么的？我是律师。哦。创啥会来到这时咧？哦，这我是要安怎开啦？哦，哎呀，创啥小啊你？看你来到这时咧，下落车啦啊！创啥会啦啊？下车了啦！
些什么啊？喂，你告诉我好不好啊？你不是想离开这地方吗？下象看你们怎么样？哎，下象，我经输了。下象，来了来了。要不要讲？哎，对，你叫我哎，不，好啦，无啦，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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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不是啦，这代志啊，你知？我你，做下做，无迄个代志的，连我你要滚啊？哎，来，吃啊滚啦！上！你们想怎么样？啊？大嫂，你不要担心。大嫂，这东西我可以带走吗？你留着吧。好安静啊！
死气沉沉的。你到底是什么人啊？没错，就是他。对吧？她的名字叫丽丽啊，这个女孩子啊，历尽沧桑啊，哎，14个哦，14个都来遐做啊啦，是这样？哎，向你讲回来，哎，可以解决，谢谢。我叫丽丽，住在台湾郊外，22岁，是个美容师。在这里最好的做的事情就是在美容院做事。今天又从早上开始下雨，为什么我住的地方老是下雨？一年到头几乎每天都在下雨，我恨死下雨了。下雨天的时候，跟客人讲讲我的烦恼的事情，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如果有机会来这里的话，请你一定要来找我玩。等你的回音，丽丽。胡说八道。没想到你还会这个玩意儿，不简单啊！走，走。李长，多谢啊！唔该姐，啊，应该报的呀。我是李立贤，快去。哎，那个是你们新的老大是不是啊？你们俩长得蛮像的哎，两个都不爱说话，老成这一张脸，真是一对怪夫妻。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喂，弟弟，弟弟，我在问你，你叫什么名字？你不会讲话吗？倩，不会吧？对不起哦。
大人、小孩、女人，统统给我杀了。我的名字叫阿成，阿成，成就是你的名字，阿成，你晓不晓得？拿着，我教你写。你这是傻兮兮的哎！我要回去了。阿成，再见。不要做，下雨天不要出门，准备合适。你说什么？外婆啊，告诉我的。外婆。现在你那里的钱，我想要用。好的，我知道了。哎，你现在在哪里啊？海边的碉堡。啊哈，在海边空房子啊。知道了。是吧？知道了。那个钱跟护照都给你准备好了啊，你想到哪里去都可以。佑儿，你是我的好兄弟啊，为家族做了不少事的啊。我引以自豪的哦，你一定平安无事的，晓得吗？出发了。什么？出了什么事？哎！这边，干你老爷！抓错了！给你。
你怎么知道呢？不会有了。你怎么知道的呢？我下了顾忌。工作。事情闹得很大。動きはしないさ。呀啊！不要紧的，他很可靠的。谁？丽丽，你还好吧？快进来。没事吧？我跟你说了，那个家伙本来就是坏人，该死。他死了，真的，不管是女人还是我们同志都很高兴的。你们就别担心了，好好在这边待着吧，啊。那是我画的，你喜欢吗？我想他是不是到你那边去了？放心，抓到了随便你把他怎么样。不过要小心一点啊，这小子也不是傻瓜啊。哦，还有他妈的，只要一下雨啊，他绝对不会出门，一定是躲在什么地方，知道吧？哎。现在为您报告气象：台湾海峡北部以及台湾东南部海面，明天平均风力将减弱。受到高压影响，午后开始放晴，强风特报。受到风面，东北4声叫，好，你看哈，对2，然后现在，阿成，继续为您播报明天各地的气温：台北市18到22度，台北桃园地区18到22度，基隆北海岸地区17到21度，新竹苗栗地区18到23度，台中彰化地区19到23度，云林嘉义地区19到24度，台南高雄地区20到25度，屏东恒春半岛20到23度，宜兰你看。18到22度，台东地区19到23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兄弟。
表示证件，我没事，或是故障，我先去办那里的任何事，诺感谢。阿成，走。妈的，美容师？什么美容师？臭婊子！对。我那边还有个事忘了，看了。怎么样？你再动，我把他头给打爆！啊？你完蛋了。阿健，阿健。
你恨我吗？生生死死就这么一回事。面对现实吧，人生本来就这样，不管你是悲伤也好，愤怒也好。我都在这，长大之后来杀我吧。明天会雨过天晴的。